从下午吃到晚上就是早餐生活节，集结上百个品牌，突破地域与文化界限，设计出各种早餐主题，展现艺术家们对于完美早餐生活以及设计早晨生活美好想象。法国人他们其实很在乎餐桌上的美感跟美学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其实这个就是他们的酱料。然后早餐的话，如果有蛋糕的话，其实他们会用漂亮的蛋糕盘。现场调酒，再挤入咸奶盖，最后撒上胡椒粉。知名早餐业者特别推出晚安版本，另外也结合鲜乳、鸡蛋品牌，共同打造早餐生态圈，以严选安心食材，将健康与美味送上餐桌。早餐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情，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太日常了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忽略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，把平凡无奇的早餐用另一种形式呈现在大众眼前，像是这间以铺满稻草营造出丹麦的清晨曙光，相当有意境。那这次不管是灯具是那个也是丹麦的，那也是古董的丹麦桌，那 White Chair 也是丹麦很有名的100年的品牌。那今天的食器也是用 VIP 的食器，也是丹麦，将北欧设计哲学完美融入台南的早餐餐桌，而且丹麦人对面包、优格特别重视，业者特别设计这道小太阳。法国面包内填充蘑菇，满满的 cheese， 再加颗半熟蛋，让人吃到了满满的幸福感。记者孙怀谈的报道。